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平湖，当日举办花卉节，来真侪观光客是安尼逛逛滚，也毋过发生着暴力的事件，互在地人是相当的不满。昨有6个观光客骑奥多摆，甲一个在地人相嗌，竟然就甲对方拖落车，二个涂骹摕安全帽太共喊。互因拍这个在地人，日前才关官来救老爸，身体还阁真虚弱。伊的阿姐是发文章来痛骂，遮互阮一个公道。在地人听到消息，大家齐到派出所包围，要来讨公道。民俗的业者嘛不满着外地人欺负在地人，甲因赶出去，外阁互因带。平湖县长嘛出声来谴责，讲平湖无欢迎暴力分子。若动手拍人的3个嫌犯，已经以6万块来交保，早起嘛已经坐无人机返来台湾。因为行车纠纷和观光客拍平湖人依然无爽快去病院，吊大肠倒入病床顶。就一直吐，然后眼睛就很雾胸口很痛。脑部是没有明显的出血，那不过胸部的部分有这个钝挫伤，那因为有脑震荡的状况，所以目前还在持续观察中。这个受伤人进前才关官互因老爸要你调养，即摆拄着这款代志，互因即日呢，伫社公什么人行因一个公道。这个代志有真侪平湖乡亲完全袂当接受。平湖县长陈光福嘛写讲，严正拒绝暴力事件，无欢迎暴力分子，嘛请警察局确实去侦办。好朋友来平湖观光，来看阮的文化旅游甲花火，但是阮希望欢欢喜喜来，快快乐乐回去，毋是伫遮歹脾气发生代志。经过平湖地检署复讯，6个嫌犯涉嫌出手的3个人被裁定新台票6万块交保，因为因伫平湖引起众怒，民俗甲派出所拢听讲有民众去包围。因果是平湖人的功德，早起伫警方的护送下，才到平湖机场坐无人机飞返来台湾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